因为个京东娘娘那个男人金贵生，加上出妻子几个月严重习武，那么那时的我们终于分走来红布，西门儿品不西品，加上另外一个屋里抽的娘娘呢，也还个鬼忙呢。京东娘娘不懂啥叫鬼忙，是鬼忙一个女人的一个本事头了，能够拿个家人把个祖宗骂人可以舍得来，拿祖宗舍得来还门门凶吉。那么娘娘怪这些孩子们稍微出了几两银子，而且这个鬼忙不给的，那几个寿命待遇的也高浪起来外加西门不给，就是这个就在大高浪会的这个被也关照口语们精心让小高浪相遇这个给精心最大的是那个三一经嘛也有名的啥个鬼忙你都在自当是面孔但还一身有色那几下中国的俘虏与罗布赛不称杭州哪个八个那几下好指的们外加离湖然后听不到天上今天你来给大友们等上当回来啥鬼嘛这些鬼没让过来三天不多三天不多三天不合资是这些鬼面来的不懂什么的咕咚这个是咕咚与两块木头的一斤也可以这个两块与名堂的一块叫福普单位一块叫单福普一斤2颗维护草的鱼塘像所有的样样赛鱼们虽然不关嘛那是才让新第二个情况嘛但还闺蜜一个女人让过来闺蜜过来你都是女人自然是面孔黑不白的一身有色衣裳开草水底下一个酒店班开草水底下一把雨伞提了几个一路只有指地为了你胡老后黑我的下面的思维你先来着啊你都在自当是面孔一身有色再看我不再看我一个在了黑的开的过来喂就说个垃圾塞着脸上有个忙字本忙你像礼服忙没空了妈妈不对喂我3个垃圾来当个姑娘对嘛我听见你那后想不抓着黑我现在听见我3个垃圾吃他样我3这是一家并无分寸是的是黑一口还是个狗高当的吓得我死你怎么那个声音上的安强点喂你让黑上的呢我过来想你啥个我过来想你呀现在你听到底上不着我过来想你呀蘑菇对虾米你先当个牙齿痛那个当还有别样了亚斯的啥个亚斯的第27位啊亚斯的第15哦哟还有别样了几户样壁虎样别关于那个行当当中还有一个忙字的是鬼嘛对鬼嘛小豆腐你要鬼嘛很多年的我西亚城什么海南鬼啥个忙东大海南鬼嘛
东街还弄对嘛？哎，你啥大户人？我南京。哦，搿当然会买南京的。南京。哦，南京，哎呀，南京生意还不是搿样抢的。浙江南京。我打南京辣蒙古待着。金大南京。哦，金大南京。哦哟。哎，乖妈，今年你还有几岁不？我年。几话？年。哦，年岁岁。小豆腐你几岁了？你岁了，我23岁。哦，你比我多1岁。你几岁？我年。你年我23岁嘛，你比我大2岁，那我比你大1岁。你比我多1岁。你比我怎么拿我比你大？你比我多1岁喂。一个比头名在哪老师？哎，快嘛，你爸爸送马口，1、2、3、4、5、6、7、8，你爸爸口。1、5、3、4、5、6、7。哎，但是个南京人情十分当个，连旗还叫5，那么当5还5叫5，1、5、3、4、5，台湾真正的比，那么人不听话。哦，没啥。这呢，哎，这个就是你东大不了。哟，小多少啊？哪个是大人家的？本来让你南啊，金家是有名气的。你我金家的呀？哎，有老虎的。当时欠你光，你到地下去不能这样说。好，我讲你把你娘娘听见不得了啊！你娘娘啥年来晓得？啥娘？京东娘娘。京东娘娘是吃老虎的。喂，门老不可能，地下去不能还是个。就能去鬼嘛？哎，还那怪嘛？鬼嘛不像个高人高还去个。像你鬼嘛没有3人3个，一门2大，收起的手指1颗大人，在乡里面七张不出，哪一句我一三，那么我努力都为我长头做教师的文人我义，那么弄得里都哭啥狂嘛弄3两的，个高人高哪来的？那个烽火3两，遇上了乡里会得带里向去呢。那么旁边来让个阿毛娘姨嘛也不够出气的。个鬼毛手看太客气了，都没客气啊！他出哪几怪少个忙呢？那么说的他们说的不还是里向个到自来户啊，把起来户围起来不得了的，个这种的再口多。下头说，俺不起的。啥的啊？我不起的。这农村今朝不是才种地才银子的了？晓得的。那么今次和张里人不人打了，那不起的。张里人分打，啥叫张里人家？盗墓雕个小个张里人，摆了身啊，下么快去马来么领的，那个张里人么快去马来不领的，那不起的，那不起的。今朝你分到张里人，那不起的。为嘛？啊，别进来。你写张里人分到有多少人了？小的说你肯帮忙的，一句话，跟小杨的在，你3只银子你哪条讲了？要被扣的在。哪位的？这哪位的？好的，这么一句到底特别鸟，特别鸟。5包。哦，2包。打不给。3千。你了还？4了。哦，有啊，一个半开了。小豆说啊，你要对吧？是的，要对吧？可是你个良心特狠的。官忙那边弄错，那是谁2个动力？今朝你个里向去3银子的，对吧？那块比人还。好的，这个小豆说对吧嘛有对吧？你需要把侬马成的。啥叫马成？你要老子的养大浪几个人，养大浪几个马，你们通通讲不能听。这个就叫马成。我给当时谁讲不能听的？我这样说起来，你做官忙才是讲吧？小豆说啊，你不讲嘛，那么就不是戏人啦。哦，那不是戏人。对吧？晓得的。
擦来，我告诉你。好的。你跟我进来。我晓得的。我的下面的子。喂！但是你向你还少个问题呢？我忘记他的。你跟我进来。我晓得的。擦来。要我这个口里面的还打的马称，我该打个事体的刚不理解，对吗？你在里向受了刚从一个女人给她面孔没标志的。这个谁是你娘娘？那娘娘？谁是京东娘娘？京东娘娘。那么不有一个我的面孔没标志，娘娘没听你喊，我别过有点呱当，收进金姑娘。金姑娘晓得的，哎呦嘞！还有一个我的面孔没标志，娘娘没听你，我的不大肯开口的。方来方姑娘。说方姑娘。哎呦嘞！我已经在有一个人背那里向。啥人？女士帮那个苏老太背了。苏老太。就是李桂芒的口香里的李定相信今这里背了浪头。哎，桂芒，这个人来上去接应上面。啪啪的磨皮了。苏老太年纪么多，但还比起买别个随便上人家啪啪的磨皮。李大奶带进的浪奶这个是鬼忙鬼错不要紧，你还帮来忙。他是李大奶坐在上去呢，抢来是那种本不是路的。苏老太。这苏老太。晓得的。那么应该浪的。那么还有一种我的阿妈娘一往说的，从事灯草不能当指光，你也用不到去门心的。那么也应当像盲人生。应当浪的。口里带饱。是的。我是真正叫他出来我。今朝的呢马子称。家口的人子么最要紧。大无所嘛，身抽大红吧，欧绿上是语带为要，加上像武术，50几岁年纪，谁是该打个西之人？谁是该打个西他了？西他了呀！哎呀嘞！还有一个女盲人，对浪向红姑，心浪向大红，压被落水口水啊，加在海里，几眼当浪向有才知所起。50几岁年纪，西塔夫人，适当起为难没相心。哎呦的，这为一个老盲人，容易买了半眼睛，周手根根相足根，对浪大路嘛身上做实身。压力所以跟心思大，你来蛤蟆的血雨的铁婆身，从50几岁年纪，叫宋梅，宋梅嘛就是你谁他来要生过这个老中姑，你就是刚刚打你讲是苏老太，你多老事情。苏老太老不看。那么哪里这个蛤蟆的血为的铁婆身呢？这上你临时西文化胖歪歪的让来了。那个蛤蟆都说大不能理解，已经找到同学，这个最起楼来嘛，拖了蛤蟆都说铁脱身。哎呀的，那么不是？你这辛苦呢？哪了？都一个盲人都比人子呢。都盲人都人子，我都口里过。为了叫不媳妇为两家人。要么问你，要么是你不说不媳妇我两家人不？啥个两家人？那哪个人哪说的我？但还是其实人中的一个心安不？哪说的西么西心安不？是的啥人？你给他东港你都要。都要。而且看上去今朝你娘娘海南官忙同名是为这个人。你不去阿勇家吧？说阿勇啦，3人之处那个两家人身上。两个人都刚刚是啥个年纪呢？这16几岁年纪轻，黄面红之人，
对大偏偏就身处落海天，红啊大马是我是一扎手是鸟心灵，都要鸟心灵，哎，鸟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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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谁鸟心灵的嘛？谁鸟心灵的嘛？不打那比啥子眼子？记下的吧？记下来。对吧？阿姨嘞？不得。叫啥已经到中门了，有口没里向收进去了。来子啊！那家鬼妈挖来了家。来子吧！那家新结啥子呀？这回去不让我去挖得来。挖得来个嘞。鬼妈，这介绍金姑娘了。各位的是金姑娘，鬼妈当他我的。谢谢。说个人讲我身上抢的。你一年到头的还经那个牙齿痛的。我身上抢的。这有几个。那么奶玲玲的进去啊？好的。等到你想怪他妈，奶送到里门上来啊？说起来。奶送到里门上来。你说的别送到里门上来呢？那刚刚娘娘喊我海龟嘛，我就知道海去没来，我想吧。山上罗太太都刚刚海龟嘛。那么我过得去。你过得去的。过得去嘛，不能讲那个龟嘛没拿罗太。那么我到罗太太商量，我说你娘娘要打一把。真叫娘娘懂意思。懂意思。那么把这个我马上就要送不起的。送到你们了。谢实在。为嘛？谢的。这个。谢。你懂得吧，奶奶？精心要跟娘的外出去。如今临时鬼马不在里想见娘娘，娘娘一听说这个人讲我上枪的个呢，可是真切我都来拿弄得明白呢。想到女士房里想收了他，离鬼马可想的个种事体拖动，倒不是请你来改告之声还闷闷呢。如今到书房里一口不在手里了，好吧？哎呀，妹子，娘娘的王听到现在出去，啥事体？那今朝娘娘请个鬼马来呀？鬼马？那么听不听得来是呀？就懂嘛，实在不懂。发现这个鬼马婆婆，阿有本事不本事，阿灵不灵，是那些阿有方力人不方力人。那么可是这弄不懂呀，白拼的还不出去呀。妹子啊，非常弄海外。鬼马阿有本事不本事。阿有张力人不张力人，莫不公我是个双眼睛。是啊，你一听你出去看看哎。才一步。当真是啊？最好啊。一年带让你阿弥陀。大王听让几个金龙娘娘们在海里特别的，不必去到昂了海里生的。老他身体生病，大家晓得你脾气没必要的，谁要让去海里？你上人不叫因为吃光要刮的，娘娘忙过3分钟来不灵，屋里通通上来，为何不啊？好吧，你都在哪里？在哪里呀？在哪里呀？一个聊到这个鬼嘛拿不来黑，我就不实在，告诉在怎么了？妹子啊，好吧，鬼嘛。你在妈妈来着忙了，谁说了？你这个忙，谁是可以呀？谁是你啊？谁是你哇？啥人去弄得来？说我弄得来叫金星去听得来了。金星们弄不出好日子。哪来？不灵的。你哪晓得不灵呢？出到推切西北。你哪晓得呢？来看你3月份中面孔经长得血红。长得凶噻。来看你个眼睛呢？眼睛人顶呀呀，眼睛湿漉漉，分界些个土样面。我是哪有上的人家？不个。不灵个。鬼马不是你白一天，要是把这3月份中已经还不灵了的。这个鬼马拿不上去，9人一上也都是一个他的原因。你想想刚刚门上想说的，是的送来他也是个第5人，现在又看进来个来他不是20分。哎呀，那是你上次叫用不着当娘娘去磕头呀，那是你我是南方比这15位，现在听见两方比屋里上还害不嘛实力是，说明你眼睛一眼那个来他已经我说的。想到门上下个金星怪帅个，我也做人公主3月3泡泡一个毛皮个。你也解释我是没办法的，还在地上去泡毛皮，是眼睛过来，
还来喝几个灰毛布个皮扎不够了。让那个位苏太太白马大卡就是苏太太我的。不应该，不本事，把出到推起去。好吧。看得出的。好吧。白马布让他进来，叫你苏太太。哦，叫我苏太太。就是你的媳妇啊。不出来看见白马，好难啊！苏太太。哎呦，你是听不到的。哎呀，今天你娘娘真正懂面子哇！为了你苏太太这样。客气，哟，男人有本事用不着这样的。听着。那么总是点心。妹子啊，这个龟毛啥年纪听得来的？什么听得来？叫进去弄得来。不啊，你再去弄去。有本事个，老子搞不你。他是。你看伢三爷分分一红橙橙，眼睛睛顶洋洋那个。这个眼睛叫心眼。看得出盲人的。不是哪一方的呢？6个的啦。有本事个。白毛不那么总说点心。苏太太。龟毛。今朝为是吊死，为是鬼了。今朝要付那个新龟忙去。怎么要准备香味？晓得着，香雾等到在8十里嘛，要费心去。苏太太吃里3个地的。给他是居都水都3乡土里金门将士。居都水都金门将士。费心啊！苏太太。那么让我到应该去办理土地任务。不晓得个盲人阿方的说法。总要体谅句好闲话去吧。晓得。做啥？这个白毛五毛台上向一看，这个水是那个挖门开，刚我这礼不开开，波浪浪当作冰，有冰灯都谁开开？可为这里哪些的？那么你是讲不想那个不人家都亲自白毛不来暗暗的说了。叫乖人等在那个客浪也讲的，而且不样不讲，白是讲今朝龟毛事体的。呀，13，难道今朝想到龟毛呢？是呀，那说你妈那家里做个梦呀，实在梦里想看见你个呀，对你娘两多眼是的，应该哭得来不细胞用哦。那么多个钟我们的客浪才听见这样。那么起来嘛，2个呼吸一打，应该不习不用，你就说出来的。那么龙灯都哭他光嘛是李三娘的，说这样的，这在今朝听之内的实在不让个瓜子，根本你为出去还期待个灰忙不来。你也不开口嘛，你当兵。大高语气讲话，发还这个少年谁开口嘛，不是要人家养的。你看，不爱管，这是龟毛部也不为龙讲的呀。你兵都不够嘛，你要是还开口，起来。我倒应该办理任务。生亡我了盲人复方，你哪里呢？看啥的呀？说你不让这样真的病旁边2个卧底不来人啊，不是这样。妹子啊，说这个龟毛部我里向东坤心嘛，在这里打个虫子了。你混的应该去办理生亡土地。办理生亡土地不能讲。然后他说老子搞弄得我这里急了啊，不是？妹子啊，今朝你娘娘那还5帮子还贵吗？那今朝娘，
你还听见？不听见啊？姑息你得应该去。你在这里谁不晓得？哎，你当家不晓得痛的呀！怪妈母亲当我是在这痛的呢，越来越不像。你谁不晓得去？那回来回去嘛，才是为着娘娘。弄个地压力呀，朗朗落不得哪像顺风呀。山上里的听见往个地上砰一下，一阵本身去苦嘛，但是一面毒肉精子打。我一面青铜杆。是呀，我们那想毒肉精打碎了，谁知道都有意思。我娘娘心里是泥头气。那么请个初一专人的会算你们，在山上哪想去海我还是来守着你几个靠。是的，你走着，谁让我的？本来一人受软呀，那么娘娘心里想，哎呀，哪个了？所以呢，今朝想到听个鬼嘛嘞。嘿，是哪个的？哎，别讲着，别讲着，也心就来讲着。也心就。就要不你听几次。我才听见。再讲他几分了？好吧。说不里吃我了。也结婚上忙子。上忙子。别吵，忙人来找到高别吵。忙人来在。少个当扮男忙的女忙，对打指望官，对打指望官女忙人，身处当晚，到底男人女家。到底还是男忙人的女忙人家？啥个做啥男人女家？就是本上来的错呀！对到中国身处当晚的人，哎娘娘呢？这个女人哪不把你？你别杀他的哇！不走对来带收来套手子，收来套救命忙不啥，我龙江他你这样，你去救我娘。那么这个老江湖老子，根本他本上来就会错，老子他错起来的还不被下一个。我讲哪个家伙总归不大会错，啥的你晓得哪个当心啊，当心不大错。往往那种不应该错的家伙，顶用出门大意，对打中国们深秋大我们哪也出门，那个在对流氓人的女娃，那你得让实施些嘛那个错的。今这新法一位是30不大错的，什么不能这个今朝做的，因为商业乒乒乓乓。越是这种琐事，几十年收来，而且本上来不大会错，然后往往容易错的。我自家生育心灵，我已经是2大年2总归7、8笔识的。
有些子我在还本上来第一句的错，一本正经，今朝我上来是为欧堂人娘，现在续费。我的听他听见了还续费哇！听他台上在那口，那么口那拿弄法。哎呀，我晓得错。那么来到这个台上向那拿弄法，只好实体字经过收集。我是续费爱里忘我。到欧堂门口么去给他睡，上来帮狗们，这心把这好帮的好帮难。李想老婆听见啊，是帮门要进入三门开了一口嘛不认得个，你都是不认得，哪个认得？老婆都三门帮关上，咕咚一声么老婆外进去，我个心光还没办法，经过让哈路么拉的。我是虚心看见那老婆我三门关上我的心里想说，哎呀呀，发黑呀发黑，我把你这个鬼托了。你把我家娘子怎样来风他下，今日我到处与你并立，你只是让我把三门紧闭，哎，我一定要与你拼命的。许飞7个10岁，这样旁台起流了一口发花哎呀，弄出了，我的老婆是开弄错的，我这个听他哦，不是来出许飞错，那你把龙枪这个是还是错的。这回这个中途也不应该错，官忙也如是，对把基蒙古深秋大我们弄不弄？格莱姆呢说了，他想来刚刚叫我收他，要帮你个忙给。这个，你出不2个忙人了还呀？2个忙人睡菜了。哎，我女儿想到2个忙人睡菜了那还。是吧？我2个人睡菜了嘞。2个那还。我不对哇，这个女忙人对郎倒是只问过，那新郎不做啥个呢？哎，那新郎不一样。当要被水里吃。我吃了水里。吃了水里，根本还不啊？我心想不对哇，这女忙人新郎做是当班嘛，那对郎买子不到的。哎，那拖个队你好。有水里拖进我说嘛？我的麦子拖了水里哦，拖了水里。还不啊？我让想呀，这个女妈人嘛，手里穿自己衣裳，这男妈人嘛手里拖不的麦子，手上个一吃的人。哎，那里都从应该过到阳该么要紧，分海上车子，分得来么种大要热菜。那个的让热气嘛。哎，我想这种热菜。只说句一台人民嘛，屋里上去偏了偏，50多岁年纪不熟了，说了3人呐。妹子啊，你随他来呀，随他夫人来噻。随他来呀来噻。随他来呀。你进了那啥家伙？那应该。你要都是这个忙，你俺来不中国那应该啥家伙？三生真人，四位疯人。那应该做人王，我那老都人王才。娘娘，这个西塔来呀，西塔夫人来噻。哦，是。现在京都娘娘送西当上上，这路子人子我要带你可怜。阿不来的，要进追过来。呀，公公呀，很幸福。我生大地在哪里呀？你都不晓得哪里么我哪晓得？大地在何处？
姥姥应该天气不可许了。人家讲的，那将来总会明白的。哎，大地的好主娘，我是俺鼻子也别杀头，我要气的。气的，这是17里气，老的老不来了。我要气的。17没进去，那我你们还出来一个忙人进去也去的。娘娘说把我身体上了，然后要进手的。对嘛？今朝是天去这个可收了他，不理怒讲的，是干吧？让你到男人上忙吧，让你到夫妻帮帮的嘛，还是我不打的。上马去，再马来，一马去子呢，一马来。忙你来着，几乎年纪上个当白奴忙的女忙。小有面孔眼睛白，左跟手手用米嘛，身上穿着什么的让大路嘛，夜里向嘛青丝白到树叶的，好我的叫拖拖脚，50多岁年纪嘛不熟悉，啥啦？啥人啊？好吧，啥人那个？一只小苦来，好吧，一只铁苦来，啥？你老对只让忙子。叫啥忙子啊？来啦！啥不？你今朝啥家伙？我来应该。应该嘛晓得呢，应该少让户。我身妈面里做好的真。这种事体呢，弄不来过。那岸上没有皮鞋子的事，道上没有当草布，当心就要弄出后出来。你那个上叫为了让来了你？来讲的。我来讲出去。那么我呼吸两副，早早到不能来安睡着你。不能是睡着，睡着也吃白掌管。分睡了。哎呀，我清清爽爽呼不能还会得分睡着你。本来应该写句考子语的。哎呀，我去写句写面孔，不知道的要考语的。来啦。我们已经7几呢，哪能不良心不来忙忙我？我来忙哪里？你就是来忙些我。那自个去想想看。你还是梦里里来忙我你，还是火神来忙我？我火神来忙哪里？火神来忙，你火个啥么子你？那自个去想想。也想想看。我给你提时光不必的听小说阿是你啊？好像是这是个。别个那个要听小说，我去这个队两双眼睛盯着我看，狗杀不起，我是你哦。不说得分开那老家不说得分开，我也分晓的。哎呀，你像个条大明路，那还经过不细，原来把我磨死一根细竹头。把我插把蛋的。哎呦啊，痛死的！说你为了让痛的。哎，来了，你要是还来领我去这？那样的为中。应该蛮好，不是呢，打你腿上，打你这皮。我想那个应该与人服侍的。与人不是？啥人不是呢？梦见他了要恩德，等我他这个小老母。
啥不讲？那他是写老木的，那个老杀气的，那个老不是，那个老猪头，哎呀你啊，那个老师，客官，还是你呢？完蛋了！你看呀，就不了好的大水头头呢，为什么还光来给我呢？老杀气的，我在前期离他写老木。哎呀，我怕开这个一家委屈我农民走了你个呀！老杀气这个上农民叫来杀，来杀，来杀。一忙举忙妻子心忙里，就是给他帮听到人的后毛头会事起来，并硬得举忙妻子心忙来子，今家里再已经分析上你，阿伟给他的东高经过是西了外头。几何年纪上个打扮流氓的女氓16、17年纪轻，把面容之人，对大片片景生出了黑情，红袄白马素手，一只手是牛给。有个啥么子讲？牛的。啥个多大人有个啥么子讲？忘记的。我是这个官马无经不请用。你是适当的忙人，也既然年纪我高为什么当班？一做收入么的像县委委们分级了，那么忘记的，你不出个人。有个啥么子你？有个啥么？我想不出来啥么。怎么是牛个了？是我后来想上有几个？牛个。啥个多大人有个啥么子你？好的。啊？姑妈。啥么子啊？抓了啊！到底上你家？不叫。也是依靠的，不是在弄起来的呀。那是估计个白屋的才不领本子，好吧？那是的有本事，有啥个本事？有啥个本事？你为何能把样说出来？不然肉啥本事？你哪说不出来？你的不叫人说出来的哇！有本事该有。为一些有本事嘞，有本事该。牛不出个的哇！你晓得的个？哪晓得你牛个啥么？忙人了让外头进来，我把手指了让手么这个手指了让怀里看不清楚。哎，你把手指不动指的要看起来，肉心里你晓得的呀？肉心哪里晓得？你乖。人家在台子了，他帮忙，会忙到去。